今仔真侪人囝生少，有的学校是接无学生，不过开始转型做特色学校。来看彰化县有去年呢8月停办的大城乡潭墘国小，当地居民组成反废校联盟自救会，认为这县政府违法废校，目前正在进行行政诉讼。监察院也伫咧5月支持针对潭墘废校通过纠正案，认为县政府无照停事行，违反停事政绩，无做好社会沟通。 大城乡的潭墘国小校门口已经画上特色游学中心的名，因为少子化影响，彰化县政府去年8月停办潭墘国小，当地居民侪界抗议废校的决定。监察院调查了后认为，彰化县政府无照停事行，违反停事正义，无做好社会沟通，通过纠正案。针对彰化县，我感觉讲伊的这个停办的程序非常的这个较粗暴啦吼。 无互即个在地即个人民反映着伊充分去表达着因的即个意见来协商来协调，最后将最后手段才要废校，就是照即个程序那个来走。 监察院报告指出，彰化县政府2020年到2023年4年的时间，就停办大城乡3间国校啊。尤其停办潭墘学校这案的专案报告评估，公听会违反停事正义。当地居民嘛组成反废校联盟自救会，认为废校影响学生的受教权，转校了后学生爱提早出门，交通风险提悬等等，希望会当用分校的方式保留潭墘国校啊。目前由公益律师协助提出行政诉讼。对证据看到，彰化县政府伫111年12月9号的专案评估会议，他没有邀请地方人士，也没有邀请家长，更没有邀请学生，这个就很不符合他们原本的规范了。咱就是要求讲，爱甲县府废校这个公告撤销。因为阮遮咪拢无囡仔，想要赶废校，阮阁有20-30个啊，恁算4年废3校，这是足无符合公平正义的。 面对监察院的纠正，彰化县府统一发新闻稿回应，表示遗憾，强调停办学校的停事一切依法办理，有办公听会参地方沟通，大部分的家长拢接受就学补助方案。也那自救会提出的行政诉讼已经进入司法的停事，律师表示，若司法无法度救济成功，无排除行宪法法庭提出释宪。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